推动新南向，所以呢，双向的交流呢也越来越多。所以目前我们台湾到泰国来以去年来讲有68万人，但是泰国到台湾也有32万人。那当然除了这些观光客往来之外呢，更重要是说它背后还有很多投资、很多教育、很多文化各方面的交流。所以很多泰国朋友到台湾去之后呢，非常喜欢台湾的各种生活上，或者说饮食，或者说我们各种这个产业的发展、教育的发展。台湾在这个曼谷地区也好，或普遍泰国也好，那么我们的饮料呢，在泰国是相当出名，特别是奶茶这一块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是我们从过去纯粹单纯的加工、单纯的制造，到现在呢，全面性的要融入泰国的社会，包括一些生活，包括一些美食，包括一些饮料，这个呢，都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新的趋势。泰国 GDP 不是很高，可是它的消费能力很强哦。就你现在看到那个一些百货公司里面，一些很贵的餐厅里面，你发觉说怎么都好像都客满，人非常多。除了观光客以外，本身他们自己也是很大一个消费群在那边。然后手机刚出来，你看马上换机率是非常高的。然后这个 Internet 的普及率也是世界排第一、第二，所以他们这个国家是很敢及时行乐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希望。当你一个品牌进来，然后东西真的非常好，价位是第二个选项，不是第一个选项，是品牌第一选项，所以我认为是有希望。但是就是说，一开始做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一炮而红。萨瓦迪卡，一方是我奶奶的名字，然后一方这个祖传的一个配方，就是在水果茶里面的一个加料，然后是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凤梨加凤梨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配方。所以有一句话，他说没有消退的市场，只有不断洗牌的市场。就是说这个市场，比如说就像手摇市场或者火锅市场，它一定永远存在。但是你看品牌会换来换去，那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品牌立于不败之地？我一个坚持就是说，我的配方不能让人家改，我到全世界的味道都一样。对，因为我们对产品的研发是其实很多人在做，像我们每研发一款新产品是要不断的经过内部测试、外部测试，然后再把它推出来。所以其实那个产品呢，我们自己是对蛮有信心的。在泰国也有泰国的凤梨，台湾也有台湾的凤梨，可是台湾的凤梨它那个，对它那个甜度或者是它的酸度有一定的口味了。这个是真的。这个虽然你用别的国家的凤梨做不出我们台湾的这个我们要的产品。其实认真讲台湾的旺来品种，这个金砖旺来呢，是来讲的，这个品种非常的好，因为伊的肉质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有味的，所以伊若来甲做这个手摇饮，有伊特殊的风味的，也是因为安尼，伊方为怎要坚持用台湾旺来的道理，因为会使讲一方对台湾这个旺来呢，会坚持，所以伊一直向咱台湾大量采购咱台湾的旺来，嘛会当互全世界，会当甲台湾的这个金砖凤梨呢，会当甲伊行出去世界舞台，会当甲台湾互全世界会当享用到台湾水果的香，这也是一方对水果地的坚持。